风台，各地农民嘛拢真紧张，就惊会影响到收成，所以拢赶紧来抢收。像台东的油梨啊、洛梨，像南投的火龙果等等，拢还未到采收的时间。但是惊这个风台雨会造成大量的落果，所以拢提前来抢收。另外，到底要采收的文旦嘛，正惊透大风。森林斗六的果农用竹啊绑迄个塑胶锁啊，甲文旦树的树枝来固定，希望甲灾害降到上低。我是拢安尼绑啦，农民提竹啊，用塑胶锁啊，将文旦树固定好，避免风雨造成轨迹落去，或者是断枝，去影响到文旦的成长。避免那个从枝条这边裂开啊，然后它吸收不到养分，我们这个果实就没有用。多数做风台就伫要来呀，森林斗六的文旦农卡树真美，因为即摆也无法度收成，敢乃当先固定树枝，避免风雨造成损失。毕竟还有将近大概1个月的时间嘛，对。而且它的重量还是会再持续加重。那敢若文旦农台东的牛油果嘛已经熟啊，原本是要到后礼拜才被采收，严格果子农嘛是烦恼风雨会造成果子落去，趁天气好，一透早就备树啊，赶紧采收。前面几年都不用抢收，就今年特别忙。芒果才昨天抢收完，今天换抢收落去。还有南投火龙果的农民嘛是一透早就备起来采收。农民讲火龙果即卖当时产季，烦恼风台拿来，会将火龙果全部扫落地。都起搞啦，啊，拄啊个风台来吼，会使阮就紧来抢收啊。农民讲已经4冬无碰到风台，这边多数对类似降冷饼，大家拢唔敢大意，卡手真美丽，无要互家己的心火白白无彩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